立法院的修宪委员会今日举办第2场公听会，动保团体去到立法院门口，要求立委要听到动物保护列入去宪法的诉求。立法院各政党拢有派人来到现场表达支持，不过嘛是互相下提责任。打扮做动物的模样，做定位立法院均天流出发，游行到立法院大门口。动物保护团体17召开记者会，传达动物保护列入宪法的诉求。学者表示，动物保护法层级较低，甲其他权益有冲突的时阵，常常拢较弱势。所以现在呢，我们所有的动物保护都是用动保法跟野保法，但民法里面呢，我们动物是属于物，并不是生命哈。那么因为没有最上位的那个动物保护路线作为基础啊，因此我们很多的动物福利都没有办法被兼顾到。目前很明显的一个问题就是神猪的问题。神猪本身它祭拜本身不是问题，用全猪来祭拜也不是问题，但是神猪后来演变成你必须要把它养得非常非常的重，要灌食，让它不能行动。以前的时阵拄着，拢已经爱体谅伊文化馆拢会较悬信用馆拢会较悬。啊，今日来讲动物保护嘛，在宪法这个时阵就无一定讲你因为你要拜拜，所以你较大因为你要文化你较大，无一定。民进党、国民党、民众党3党派立委嘛分别到场表达支持的立场，但是国民两党是互相批评对方无配合。不管是执政党或者是在野党，其实目前都还在声声呼唤国民党回来修宪。不会最多数的执政党民进党。就连民进党的朋友在刚刚的一个发言里面，还讲到说是在野党的责任。动保团体批评，这届有75个修宪提案，7成是政治改革，3成是民生相关。动保日现相关提案总共8案，却无得到详细的讨论。嘛呼吁各政党团要有动作，若无得到正面的回应，未来无排除有更较大型的行动。记者郭文祥随台北报道。